乡亲啊，上新的消息，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确定要来参加国民党内的总统初选。下晡国民党的中常会由主席吴敦义颁发应有证给郭台铭，确保伊党员的身份。郭台铭就是伫现场宣布讲，伊要来参加国民党内的总统初选。现场的状况，请记者张之晴讲予咱知。 主播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呢，稍早已经来到了国民党中常会，并且呢接受党主席吴敦义呢颁发这个荣誉证哦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画面中呢，他是高举了这个荣誉证呢，然后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愉快。那么呢，我们来看看稍早呢他的访问。我愿意参加初选，我不愿意接受征召，绝对不接受征召。如果 选上，那我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的这个角逐。如果选不上，那表示我努力不够，我一定接受，我一定尽全力的支持党初选制度产生的候选人。我在此呢， 坚决的向所有在座党的领导、党主席呼吁，一个公平、公正、透明接地气的公开的制度，是建立国民党党的信用、党魂的第一步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郭台铭呢，他呢，特别强调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一旦他这个现在已经拥有到今年为止，他是拥有50年的党龄哦。那么呢，他也这个明确的表示说呢，接下来呢，他会愿意投入国民党的总统2020的初选哦。那一旦呢，他愿意参加这个初选，那么一旦呢，他这个初选如果胜利的话呢，他就会代表国民党来这个出战2020。那么，但是如果呢，他在初选不幸的败北的话呢，他也会全力来支持国民党提出的人选。那么以上呢就是现场最新的情形。有任何的更新消息呢，华视将随时为您连线。现在我们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。